又命诸妾多居铜雀台中，每日设祭，必令女妓奏乐上时。又遗命于张德福讲武城外设立仪种72，勿令后人知无葬处，恐为人所发觉故也。主婢长叹一声，泪如雨下，须臾气绝而死，寿66岁，时建安25年春正月也。后人有夜中歌一篇，叹曹操云：诚则夜成水涨水，定有一人从此起。雄谋运势与文心，君臣兄弟而父子。英雄未有俗胸中，出没岂随人眼底。攻守罪魁非两人，遗臭流芳本一身。文章有神，罢有气，岂能苟尔化为群？洪硕筑台据太行，气与李氏相抵昂。安有斯人不作逆，小不为霸，大不亡。霸王将作儿女民，无可奈何终不平。倾倒明知非有意，分相位可谓无情。呜呼！古人做事无巨细，即墨豪华皆有意。书生轻一种中人，种中笑耳书生气。却说曹操身亡，文武百官尽皆举哀。一面遣人赴世子曹丕、燕陵侯曹彰、临淄侯曹植、萧淮侯曹雄楚报丧。众官用金冠银果加操入殓，星夜举灵称赴邺郡来。曹丕闻之父丧，放声痛哭，律大小官员出城10里，扶到迎称入城，停于偏殿。官僚挂孝，俱哭于殿上。忽一人挺身而出曰：